自往2026年5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以上主的圣殿为念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32篇第1节到18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诗篇132篇，爬行上耶路撒冷的诗。上主啊，求你为吉日代笔所受一切的苦难，为吉日伊安怎对上主咒詛，对雅各的带领者下愿。我一定袂入去我的厝，嘛袂上我的眠床。我袂互我的目睭困去，嘛袂容忍我的目睭皮合我。等候我为着上主找到所在，为雅各的带领者找到徛起的所在。阮听见约柜伫以法他，伫雅尼的田找到。阮要入去上主徛起的所在，我要伫伊的脚点头前跪拜。上主啊，求你起来，你甲你有气力的约柜，做伙入去你休困的所在。愿你的祭司用公义做衫穿，愿你圣的子民出欢喜的声。求你因为你的仆人大笔的缘故，毋通弃杀你抹油竞选的君王。上主用信实对大笔立誓，一定袂改变，讲：我要互你一个囝坐你的宝座。你的子孙若遵守我的约，甲我要互因的教示，因的子孙嘛会永远坐你的宝座。上主有经锡安做伊本身徛起的所在，讲：这是我永远休困的所在，我要踮遐，因为是我所喜爱。我要互锡安美牛丰盛，用食物互伊的散赤人狗仔通食。我要互伊的祭司用救恩做衫穿，以圣的子民画出大欢喜的声。我要互大笔的王权扩展壮大，为着我抹油竞选的君王准备光灯。我要互伊的对敌用见笑做衫穿，总是王伫的王冠会发出光彩。以上主的圣殿为念。大笔称王以后，上大的心愿就是为上主建造圣殿，互约柜有安定的居所。上主虽然无答应互大笔建造圣殿，但是因为大笔坚定的心意，竞选锡安作为永远的居所，佮应允大笔的囝继承王位，建造圣殿。只要大笔的子孙遵守上主的约，实行上主的命令，因的子孙就会永远继承王位。上主竞选锡安作为建造圣殿的所在，成做伊的居所和掌权的所在，佮应允供给锡安一切的需要。圣殿成做上主的子民生活的中心，也成做因蒙恩受祝福的管道。今仔日的教会也是上主的儿女受祝福的管道，和祝福社会的中心。1935年12月的台湾教会公报捌用白话字登录林金条所写的一篇感人文章《黄乡的目屎》，讲述旧城教会初代信徒黄乡的感人故事。黄乡43岁入教会，起初入教动机是因为小弟牵别人的牛，牛的主人却牵黄乡的牛去拄潲。黄乡
身形孱弱无力抵抗，就去其后听道理，想要借着西洋人势力来保护家己。172年，伊带英国宣教师李休牧师到旧城设一间店面做聚会所，起因袂少仰仗西洋人势力保护的人来听道理。可惜最终只有黄乡悔改受洗，出离真诚信教的人无济，教会无法度兴旺，无到5年就关掉。黄乡伫旧城失去聚会的所在，就行路到其后南仔溪也是凤山遮个所在做礼拜。历经27年，旧城犹原敢若黄乡一人信主。伊虽然受到真侪诽谤和羞辱，也无掠福音做见笑，常常因为旧城无人信主，某囝也袂对伊信主得艰苦心。黄乡的信仰若成长，期待亲人信主的情怀就若深切。虽然育有7男3女，却简单有第2新妇甲第6囝拄着会陪伊去教会。黄乡因为安尼经常痛哭、流目屎，尤其是伫主日清早，黄乡常常无食早顿就直奔南仔溪教会。到教会的时，礼拜堂大门还未拍开，伊就踮大门口流目屎祈祷，恳求上主拯救伊的全家。当拢时，南仔溪教会的黄灵节传道娘煮早顿的时，总是想到黄乡已经来到礼拜堂门口，也若哭也若祈祷，就会赶紧开门，用主的话安慰伊，佮邀请伊做伙用餐。后来，黄乡迫切祈祷的目屎激励南仔溪教会的传道者和长执，所以伫1903年，黄灵节传道师就任牧师了后，就踮黄乡厝内设立福音据点，佮对1904年起正式成立旧城教会。黄乡实现伊踮旧城设立教会的愿望，佮诚侪旧城教会创设元老，直到1910年10月17日安息，享年82岁。就亲像黄乡的遗言共款，遐以上主圣殿为念的子孙，因着军队主就家族兴旺，其中出袂少的传道者，并有真侪人伫教育界和政治界对台湾有真好的贡献。若是无军队主的子孙，真可惜，因的家族日渐衰落。默想，我的信仰是安怎开始的？我安怎向未信主的亲友传福音？我的信仰是安怎开始的？我要安怎向未信主的亲友传福音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你是生命的源头，甲你连结是人生最大的福气。愿我一生以你的圣殿为念，乐意侍奉你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